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5月初2，箴言2章6到7節安尼講：因為上主賜智慧，知識甲聰明，攏對伊的喙出。伊為着正直的人，積聚真的智慧，保護行為端正的人。三個來祈禱，為正直人積聚真智慧，保護行為端正的人的天父，願感謝你，主啊！你是創造天地萬物的主，你是智慧甲知識的源頭，你的作為何等偉大！你的旨意何等奇妙，主啊！願要稱頌你的偉大甲奇妙，願要學樂你，因為你滿有恩典甲憐憫，將智慧白白賞賜追求你的人。將正直存留佇行事純正的人，主啊！智慧甲知識，攏是對你所出。你為正直的人存留真智慧，正做行為純正的人的燈牌。主啊，求你予阮佇每一個選擇甲決定頂面，攏追求你的心意，無對世界的價值來行。主啊，求你保守阮的心，予阮愛慕追求智慧，活出正直的生命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